天气要个转变了，因为锋面接近北部地区，下半部转局部阵雨，也就是雷雨；中南部规天嘛有短暂阵雨，也就是雷雨。今天的晚上，锋面开始到来，一直持续影响到周日。这段期间，尤其周二、周三、周四这个时间，锋面在台湾的上空徘徊，所以我们要提醒西半部地区，可能下雨的时间都会比较长，甚至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。然而周二、周三也要特别注意的，西半部地区甚至可能会有短延时强降雨，而这个降雨的强度可能会来到豪雨的等级。进前这几天5日节的连假，全台湾各地是湿够热，北部高温超过33度，中南部整体高温嘛来到35度。不过中昼开始锋面瓦近，北部转有雨，中南部嘛有局部阵雨。讲拜二到拜四，这个雨上界明显，高温嘛会落降。请咱的乡亲时代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